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南非外交部要求台湾驻外关注10月底进前爱迁出一个首都，咱的外交部也要反制。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引起的政治操作，北韩要修宪，把南韩看作是敌对国家，放弃统一。对韩国学者认为这也代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随时拢会静起来。有一个印尼的查某移工看影片学技术，私底下甲人做医学美容超水机，已经伫咧高雄旅馆掠到一个赤卡仙啊咯。讲到咱台湾伫咧国际上国再受到打压，就风声讲，这南非外交部要求台湾的驻外关注伫咧10月底进前呢，就爱迁出因的首都，也搁再强调讲，这拢无讨论的空间。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下令反制，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共款迁离开咱的首都，也就是台北市。学者分析讲，这南非和中国呢是有真密切的合作，即个要求台湾安尼施做，等于是回应中国的政治诉求。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伫中非论坛宣示全面提悬中非关系，也甲南非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国防部加大对台施压，传出南非外交部威胁过咱的主管，要求10月底进行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报告约翰尼斯堡，甚至咱主管7次举行国庆酒会时阵发电邮通知迁馆，强调无协商的空间。目前外交部仍持续进行最大努力，但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执意屈从中国、改变现状、伤害台菲两国情谊，外交部也将基于对等原则，研拟所有可能的对应方案。传出外交部建议，对定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迁出台北市，严审南非签证申请，暂停提供教育交流资源，减少南非籍英语教师数量。南非1998年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咱甲南非断交，搁停止对南非经济建设援助。不过中国长期由非洲国家，目的也是咧甲欧美相抗衡。学者分析，南非要求迁馆事件甲中国伫背后策动有关系。中方伫政治外交层面对台施压，日头上强是夺出邦交国，过来就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这是南非要求我们撤馆1000%的，是中国大陆在幕后怂恿的。这南非为什么那么的斩钉截铁，态度那么的强硬？当然也跟这个中国给他承诺一些协助一些这个援助也不无关系。北京还是非常善用了他手中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包括像军事或者像政治外交，以及像是经贸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对台适用的工具。南非过去奈及利亚也捌因为中国因素打压咱驻内国代表处，要求改名迁出首都阿布加，减少派驻人员，佮派武警封锁代表处，强制咱的驻内代表限期离境。学者表示，被要求迁馆改名，虽然政治效应无强，已经是中国惯用手法，政府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央行总裁杨金龙今日去到立法院备询，针对着立委讲到这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当时会当看到效果咧。杨金龙表示讲，即马先互这房市冷落来，对房地产、对金融稳定拢是有帮助的。希望透过这管制，互外界改变想法，唔通想讲这厝价会起，就赶紧要买厝。为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央行之前推出第7摆信用管制，互房市交易量大大减少，也互市场叫做金融海啸。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前一年房市上过节，爱互房市冷落来，若无对房地产甲金融稳定拢无好。有哪些因素催化这个次激皇室泡沫化的可能性呢？预期它的房价都一直在上涨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会拼命的去买房子。那这个就很容易就是催化了它的泡沫。杨金龙强调，对信用管制措施被官员压起轻轻放落，希望透过管制，互厝价企业有其心理应改变。伊佫表示，央行是不是要继续推信用管制，会考虑3项指标，包含厝价是不是修正、不动产放款集中度、甲不动产贷款金额。目前上要的不动产集中度，因为目前各项房市指标数据差不多拢伫满水位，爱互水位降落来无简单，后续密切观察。如果半年后跟今嘛差不多不怎么样你会不会
我不排除第8波。第8波是怎么要第8波了？我总觉得还是言之过早。还有挑战，还有3个状况。新青安资源虽然有限，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足以来应付它。杨金龙回应，针对管制是不是有效，要搁观察。不过最近两化局势紧张，甚至出现美金换汇条。杨金龙表示，央行随时做好准备来应应。记者综合报道。今年6月，有102个台湾人非法留伫印尼，伫当地做诈骗，互当地政府遣返了后，台湾的检警继续追查，发现这寡嫌犯家就是检警在共骗，目前全部拢甲因起诉。另外，也有中国海客入侵咱台湾各单位的电话号码，假做是别个单位甲台湾人拐钱。印尼移民单位大动作行动，伫巴厘岛掠上100人，有102位来自台湾，超过期限留伫当地，就是咧诬诈骗。那你说你没有发的话，怎么会有市民来向我们举报？你名下的手机号都有在发送支持香港独立的这种不当言论短信呢？违法集团假做检警，以牵连港岛、反港版国安法诈骗带伫香港的华人，不过嫌犯当初时间若互遣返，印尼无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诈欺犯伫台湾四线，各有各界的干部想要偷渡，搁再逃出国。检警靠验货车定位基保，也用背骨仔条款，用价互半数拢认罪。如今所有人拢互起诉。被告他们确实有18个人被我们掌握到，他们就是在高雄这个要偷渡到外地的情形，那确实他们的目的也是要想要另起炉灶了。个人藏伫海外做犯罪行为，伫印度嘛有。当地媒体报道讲，这桩诈欺案受害者有上千人，落网的17名嫌犯有4个是台湾人。不过个人除了牵连诈欺，也未少人是互人骗的对象。超过300名民众报案。其接到来话显号为室内电话的诈骗来话，那主要案由都是由假冒检警、户政事务所或是中华电信的电话费催缴。警方调查到有中国黑客入侵电话系统，透过破解网络电话接轨器，会当偷卡市内电话，包含学校、区公所、私人企业等等，真侪单位的号码拢变做诈骗的工具。诈骗有影规世界，实在真歹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伊一定是这违法的设计，绝对唔是欠栽培。有一个印尼的查某义工呢，伊看影片学技术，就私底下甲人做医学美容、敲喙齿等等的工课，等于是一个赤卡身啊。也因为这介绍熟人客是接袂离，移民署经过几个月调查，总算伫咧高雄的旅馆掠到这个义工咯。喙齿打矫正器，也个矫正前后的对照做宣传。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接到线报，这印尼籍女义工私底下做医美、喙齿矫正或者是美白者的非法医疗行为，因为真少伫请名额有限，请一个义工来有用。咪女疑似上网看影片自学矫正技术，且不定时在网络公布预约医美疗程时段及地点，因费用便宜且名额有限。吸引许多同乡慕名预约。警察警员在高雄三民区一间旅馆，掠到将旅馆房间正做临时工作室的义工，现场佫超出真侪医疗工具。旅馆业者表示，唔知旅客大目的。这附近的饭店都有，不是只有我们。用人工美白为例，介绍正常伫2万到2万5，喙齿矫正是伫12万到20万。不过比义工所付疗程收费拢无超过1万，后续治疗是收几百到几千，这样俗价真受义工的欢迎。不过恐惊无保障。美白的药剂其实是要通过卫署字号，它才是一个安全的药剂。经过美白的治疗之后，牙齿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敏感的状况。那同时，医师会需要帮他先评估，说是不是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或者是蛀牙的状况。详细检查患者的喙齿，若美白医师表示，喙齿矫正为评估到过程可能发生真侪状况，真需要专业甲技术，毋是靠影片家己学导因处理。经过移民署查证，这比起义工虽然伫印尼做护理工作，不过无医疗专业背景，而且违反医术权，以上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两届风台在高雄高山的前锋里交美术馆特区是拢淹水，居民也质疑讲是当地一搭瓦山边营区，这墙围啊破去落大雨了后，这土沙才会拢放落来，害当地淹水。市政府表示讲，主要是这风台风雨伤过大，这袂当全部怪军方。目前已经有协调要来征收，也要改善这排水系统。多个树围变作破口，一大堆土水对军营冲出去，无偌久，附近的3个里拢积水啊！外面团路一排透天，过去10几冬来拢无淹水，今年拄着凯里3到2风台，拢变作浸水厝。有的民家厝的地下室甲打水拢还袂退，居民控诉讲，军营树围破口是会修。因为都是海军的围墙那边造成下来的黄沙滚滚啊，我们这边好像是黄河啊，因为都要破3坑啊，都要淹着3里啊，所以阮即摆阮3里联合起来。阮有迄个委托律师，要甲因申请国赔。居民认为讲，属海军陆战队的营区是正瓦茶山，这2摆风台山谷的降雨拢淹黄土，冲落山拄着墙围，真侪所在拢破空，才会安尼放弃。土水淹去附近的主体，佮拖到美术馆特区，含军营敢若隔一条路的幼稚园是第一个受影响，嘛只当先整理内部，互囡仔会当上课。外壁是甲打拢在清，园外的车路嘛有明显的黄土。当地里长讲，伊讲水退了拢路过埋，佮有人累残。这边会先淹，淹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往这个美术馆那边冲进去。上次凯米那一次，这个地方就有破了。可是这一次又同一个地方破第2次，但是里面真不满，影响军方反映，说红回讲是天灾造成的，决定提国赔。台风可能有一些树木倒塌，或是一些树叶造成他们的排水系统有一些阻塞，所以造成整个水淹上来之后。加上它老旧的围墙承受不住水压，政府讲是雨水淹黄土，佮拄着墙围已经旧啊，才互土水冲过去一直淹，已经含军方协调，由市府争取再收工程修建1.1公里的墙围，军营嘛改善内部的排水系统。陆指部回应讲，已经完成内壁初步强化作业，后壁会积极来争取预算增建，确保营区和居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凯美风台来的时阵，煞造成彰化大城严重淹水。不过经过2个月啊，这大城的西港村有关的淹，县政府表示讲水无法度提，和当地呢这地站下陷，因为是抽水是有牵连，因来争取经费来改善。爆发外口排水沟拢是6个暝啊，爆发内底啊，拄着大楼地势较低路段淹水。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伫7月凯米风台来时阵，淹水严重，过2个月也有淹水问题，居民是真艰苦。因为它流出去的排水的水路受到改变，没有办法像以前自然会排出，所以造成内地会积水，积水就会发生积压嘛，不小心就会跌倒。那现在因为外海的堆积非常严重，所以外海已经比内陆高了，那导致说这个动力排失效，所以内海的水沟啊、路面啊，水都排不出去。当地村长表示，这淹水主要原因是外海沙土冻得真严重，风台内对改变排水水路，大楼时阵热流水排袂出去，爆发边啊路甲路常常积水，影响交通安全，甚至有人骑车摔倒，希望水利单位提出办法解决。官府强调，西港村路会淹水是因为气候变迁、潮湿甲地站下陷这因素，地势无法度动力排水，加上当地气温抽水排到路边的沟仔造成。在113年8月30号，有获中央核定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的治理工程，这个核定的总经费约计21亿元啊。那后续县府这边也会争取相关的补助改善。水资处表示，会积极关注地下水井，各向中央争取整治经费，甲水利署合作进行清污作业，佮考虑增加抽水站展开区域排水治理工程，希望解决西部沿海自路的淹水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垦丁这西海岸8月是石龜生卵的季節，不過本地予石龜生卵的沙埔，卻因為風台過後，頂頭攏是脆石啊甲糞掃，那石龜生卵受到阻礙。就算這細隻石龜出世了後，要登大海也是真困難。軍管處和海保署討論了後，啟動救援行動，要來甲石龜鬥相共。
大人囡仔摕手电半暝伫河边斟酌悄吹，较人讲敢有细只海龟受困。10月初，风台3.2侵袭台湾，造成屏东垦丁的西海岸原本真白的海沙坡，即马塌一大堆，互大影拍起伫海岸的双澳打含有诶无诶。即马这大鸟变做阻碍细只海龟登去大海咯。他们可以碰到水，到他们孵化的地方大约有50到60公尺，有一半的路程呢都已经被那个珊瑚石给覆盖，而且它的深度有达到将近大概30公分这么厚。将细枝甲拄捕出来细只海龟挖出来，当地生态志工8月就发现有青海龟去咧岸顶生卵。最近当时海龟孵化登去大海的重要时刻，但是风台造成这双澳大鸟，毋但是关街边，还有真侪棚。昆管处和志工16发现有真侪细只海龟受困。这一次我们总共协助了32只海龟，然后发现有15只未孵化，然后有31只可能是自行离开进入海里面去。这细只海龟伫水桶内面是真有活力，救援人员对16个半暝是无用到17个透早，帮助这受困海龟。昆管处和当地的协会最近嘛拢会持续巡查，确保这海龟拢会当顺利脱困，登去大海。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北韩17日的官方媒体表示，伫宪法内面要甲南韩列做是敌对国家，文告内面也使用大韩民国这个称呼，这也代表讲放弃几60年来坚持南北韩统一的目标。就韩国的学者认为讲，这个代表朝鲜半岛局势真紧张，随时拢有可能会战起来。2026月，迄阵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和苏当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拿啉酒、拿开讲，双方官员搁唱流行南北两边的歌曲，咱的愿望是统一。不过，东北亚的局势改变，南北统一的想法也伫因过身了后，拢学有去。外电引用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的讲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示，面对上主要的敌国大韩民国，必须要永远切断而且封锁两国的国境，并且以坚固的防御工事，和两韩之间的非军事区 DMZ 建设军事要塞。총참모부가 그 접경지대를 국경선화하고 요새화하겠다는 그런 선언을 했어요. 그래서 그 선언에 입각해서 그 행동으로 보여준 것이죠. 안전핀이 제거된 그런 방아쇠에 손이 이제 올려져서 언제라도 격발이 될 수 있는 그런 아주 위험한 그런 국면에 처해 있다고 할 수 있겠죠.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2023年年底的公开演说就讲到，南北两边已经毋是同一个民族，是伫咧交战状态的敌对国家。这个讲法甲长久以来南北韩拢接受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完全无同款。金正恩今年初又佮讲，必须要彻底放弃北韩统一、和解、共民族这个观念。到4月，韩国发现北韩部队开始伫 DMZ 附近大量带地雷，并且去阻挡战车向前的障碍物。日本时事通讯社的分析认为讲，北韩当局了解家己的能力，无可能主导咱所讲的南北统一，领导可能和美国支持的韩国进行吸收并吞噬的统一，所以直接公开宣示放弃统一，来维持平壤政权的存在。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胡锦丽在伫咧关键摇摆州宾州造势，现场有100多名共和党人士甲伊徛台。那上届新的民调显示，Trump 和胡锦丽支持度呢已经是正接近了。贺锦丽16在宾州举行这礼拜第2摆的造势大会，徛台支持的是上百个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呼吁共和党的选民爱国比爱党是更加重要。And as a military guy, I've always respected strength in leadership. And Trump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He's a whiny, weak, small, tiny man who is scared to death. The MAGA movement has veered away from Republicans and become a totally extreme group. I've maintained my Republican stature, but I can't support a movement that just doesn't stand for human decency.
贺锦丽对这共和党人的勇气是表达敬意。接落来嘛参加保守派的福斯电视新闻节目的访谈，直接对偏有含还未决定的观众群，在疑问问题含主持人一句来一句去。You have to let me finish. You please. had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I'm and in they the didn't middle bring up of that bill. responding to the point you're raising, Okay. and I'd like to finish. Yes, ma'am. 这场总统的选战目前并无明显的领先者，包括 CNN 路透社和福斯新闻的民调，拢显示讲双方的差距是伫3趴的误差范围内。联邦选委会15逼出来的文件显示讲，1万好野人马斯克3个月内捐差不多7500万美金，合代表是超过24亿的资金，予伊替川普成立的募款团体，比任何其他的团体拢较济。另外一个摇摆州乔治亚州的法官是裁定讲，选务人员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验证选举结果，未当因为单方面怀疑结果就拒绝验证，延签定数。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利德比特在后伫咧国会提交一份允准伫咧英格兰和威尼斯合法进行辅助死亡的法案，让有心智能力或者是生命存6个月以内的病人，因有权利来选择讲敢要透过医疗协助结束家己的性命。这个法案将有可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英国本地编辑克雷瓦尔今年才40岁，暗过2当前稍后诊断得到突发性硬化症，未来有可能无法度行，只会当倒伫眠床生活。伊烦恼家己无法度面对这款痛苦，嘛无法度控制会痛苦偌久，嘛有较侪选择会当决定家己生命的走向。An assisted dying or fully incurably suffering feels so urgent now because of the peace and the benefits, frankly, to my mental health and my partners that it would offer me right now. 已经新练的癌症患者提姆，为细汉开始就有学习障碍，得到癌症了后，除了妈妈甲安宁教会护理师无人会当挖苦，看到伊的病情继续恶化，伊82岁妈妈正烦恼后生的未来，因为伫英国安宁教会资金减少，好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嘛减少了。Well, all those that I have known have said, I would like my child to die before me. 随着安宁教会品质愈来愈无好的影响，加上大众对安乐死的看法有改变，英国一摆出现安乐死法案的争议。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利德比特16伫国会提交一份促进成年人生命终结法案，允准伫英格兰甲威尔斯合法进行医疗辅助死亡的法案。泰晤士报报道，法案若是通过，促进患者会当伫1名法官甲2名医生的批准之下做安乐死。不过法案的对象只限制身体正常，也是生命只剩6个月以内的成年绝症危机患者，其包括帕金森、阿兹海默这疾病拢无算在内。For some people, palliative care is not going to ease their pain and suffering, and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choice to have an assisted death,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be given that choice. 英国国会捌伫2015年对安乐死相关法案做辩论，最后否决法案，违反的人上重会当处14档的徒刑。教会高层还有反对安乐死的人，嘛烦恼法案会造成弱势甲伤残人士的惊吓甲压力。离英国医学协会嘛捌反对，不过伫2021年立场转做中立。英国国会会伫11月下旬对法案做投票，决定是毋是要通过立案。根据市调机构伊普索莫利2023年的民调显示，有2/3的英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嘛得到一寡有名的人支持，其中就包括暂时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行政议会今通过运动部丢失相关组织法草案，甲配套修法，要成立新的专职机构运动部来负责相关的业务。这经费可能会超过200亿。部表示，伫咧明年8月进前挂牌，会设一个部、一个署甲3个中心。以运动壮大台湾的政策，将成立崭新的专责机关运动部。运动部组织架构采取新的思维设计，引入多元专业人士，规划1部1署3中心，推动全国运动业务。其中，全民运动署的主要办理全民运动发展等业务，另外增加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促进运动产业发展，也会透过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和国家运动科学中心合作，进行竞技运动人才培育和运动科学研究甲应用。根据统计，目前国内运动产业的经济规模大概有5000亿左右。行政院希望未来透过运动部协助产业国际化。
另外，咱来看这台积电今仔日是举行发说会，外界也伫咧关注这台积电伫人工智慧也个 CoWoS 等产业的布局。董事长凯总裁韦德嘉表示讲，这台积电今年已经增加 CoWoS 产量超过2倍，也是无度应付需求。韦德嘉也乐观看待这 AI， 也讲对未来5年营运，伊是挂保证讲会真健全，这资本的支出呢也比今年搁较悬。17台积电股价震动，并乌收伫1035块80块。不过，煞无互投资人失去信心，因为台积电发说会公布第3季的财报，合并营收是大票7596亿9千万，年增39%，税后利润大约大票3252亿6千万，一个月利润大票12.54块，上升年增54.2%。也拿未来5年的营运，台积电董事长甲总裁韦德嘉保证真健康，也看好 AI 需求。My judgment is real. Our real experience. We have using the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our fab and R&D operations. By using AI, we are able to create more value. 韦德嘉伫发说会讲海外布局的进度，美国的晶圆厂会伫明年顶半年开始量产，采用4奈米的技术，良率非常悬。日本厂受到当地政府大力的支持，有信心伫新本厂提供和台湾厂同款的制造品质。欧洲厂会伫2027年量产，只是客户对 CoWoS 先进封装的需求大大加过供应，当时才会当满足客户的需求。台积电也做出回应。Customers' demand far exceed our ability to supply. So even we work very hard and increase the capacity by about more than 2 times as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and probably a double again, but still not enough. 很有可能到2027年之前，其实台积电在整个后段封装的产能的部分，依然还是非常的紧俏，甚至是供不应求。韦德嘉表示，对台积电来讲，伫台湾设厂需要土地、水甲电，有和政府密切沟通。也若敢是要用核电或者是其他的力量，阁无法度对外说明。不过有得到政府的保证，会满足台积电伫水甲电顶面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件发生案件，北检早起提审在案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也个进前高本地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不过，中石化加丁沃开发下晡召开记者会，对外界解说这财务状况，也个银行连带记录。针对着这北检扣押土地核准，丁沃开发已经提出控告。那这件发生今日来停工日，中石化董事长陈水龙伊就表示，就爱看这司法的结果，也个主管机关的决定。北检持续侦办警方涉案，早起是提审当得羁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长裴真生，和前台北市长高文特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警方城风波继续烧，中石化和丁沃开发17日做伙开记者会，对外解说财务状况和对银行连带的记录。鼎业和中石化，我们有诚意，而且也有能力，透过我们适当的资金调度我们应该可以提出一个让连带银行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中石化的董事长强调讲，目前和银行协商的进展真好，协商搁在进行。未来若是规个方案有协议，会发表重大信息和新闻稿，嘛向外界和金融机构发话，希望支持。针对外界关心金华广场敢要停工的问题，陈水龙讲，要停还是无爱停，爱看司法的结果，主管机关来决定。我会遵照主管机关的规定，有任何主管机关规定我们难以执行的，我们就跟主管机关来做报告。台北市监管处重申讲，照目前的规定，就是停止受理施工的勘验。另外，对北检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嘛准丁沃开发已经提出控告，会交予高等法院来审理。台北市政府中心立场，依法备施工勘验。依我们建筑法以及内政部相关的函释，我们的规定就是必须停止它来申请施工勘验。如果说后续地检署相关的回文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会再考虑有做后续的相关的一个处理。监管处讲，目前逐礼拜都会派人去了解，敢有无经过勘验，家己就去施工的。最近嘛邀请相关专业工会，针对金华城工地安全维护的部分做讨论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导演这毕业的后生这丁环去到苗栗县图书馆演讲时阵，说因为这承办人员写来传互伊讲，伊靠老爸抵임着挺好食规世人，这口气是吞袂落去，现场随来离开。今仔日苗栗县长张东锦甲这丁环见面，伊是亲身家回信的，也拿这丁环的态度热冷，也替这承办人员讲话，也答应讲未来针对着这环境教育继续来合作。亲身迎接苗栗县长张东锦向看见谢碧林基金会董事谢丁环当面会失礼，因为谢丁环10月11去苗栗县立图书馆演讲，所收到承办人传来的信息，讲靠老爸抵임就会当食一世人，感觉受侮辱，当场离开。张东锦10月17除了会失礼，嘛宣布会甲请示的承办人送考职委员会来处理。那当然，池诚现在是在人事处，还没有到我这里来。那后面的后续，我想我们会按县府的规定既然你讲话了，我想媒体又报了哈，那些委员也听得到，那我们会有最妥适的处理啦。代志发生了后，谢丁环伫面册讲事情的头尾引起讨论。伊想袂到讲即件代志的上新闻，甲教育处长、科长也有承办人斗讲话，强调人拢会讲唔对话，毋过无够爱改进，结果才严重。伊嘛讲，苏当时家己的情绪控制袂牢，是因为家己继承老爸意志的坚持，去互误解才安尼生。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被羞辱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有拿钱。但如果你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而被羞辱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对，因为难过的点是你没有被谅解，你做的事情没有被看到。张东锦会后，甲谢丁环互相交换礼物，嘛期待看见谢碧林基金会会当带动苗栗的学校有愈侪环境教育。双方讲未来会有愈侪合作，嘛为这边演讲的风波来收尾。记者苗栗报道。讲到花莲县政府的振兴券发出去到单无到6天时间，就开始出现真记录，就点假讲因收到假振兴券，有人问讲这新住民敢有资格领，甚至讲这振兴券啊到超商甲伊欠入去系统了后，敢是会当去到外县市消费咧？这问题拢引起争议啊。花莲县府12到18普发县民每人3000振兴券，佮请中央现在厂设计4道防柜机制来避免假券后就市民。毋过有点头讲疑似收到假，后边的防柜表示安尼路拢录袂出花莲2字。我刮给他看，我说你这个刮不出来，还他，然后你再换一张给我。4段防柜机制有手机扫描 QR code， 后边防柜多层，录掉了会出现花莲 logo， 也有对照光线，会用看到原来米仔甲起来线颜色的标线。毋过实际测试，真简单，就将花莲2字给录掉。这样刮就坏掉了，造成这个有价证券本来真的，反正人家去消费，那我会不会就变成假的？也有机关质疑，为什么长大伫花莲的新住民甲外籍人士无法度领到？其中也有一个人。比如新妇对在地将有贡献，安尼摆他是不是公平？花莲全县的新住民人口有8000多人，那他们拿到了 APRC， 他们来花莲永久居留，但是你排除了他。是不是出现假款警方用者压提问题权的查甫人会追查流向？毋过县府初步认定是女性出难，振兴券的多站破去。新住民甲外籍人士是不是有资格？强调那些设籍伫花莲都用领。其实还有其他的。防伪机制，只要辨识是真的，那张就是真的。有拿到花莲定居的权利的，基本上都有资格来领。振兴券发到即马无到1礼拜，问题未少，也有疑似被转卖，甲连锁超商拄达加倍问题，是毋是造成伫外地消费？县府表示会甲公司进行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三不五时就逼出食安的问题，就高雄市机关伫咧接顺时阵就问讲，即高雄是毋是应该爱推出营养午餐专法，才会当来管理，而且确保老师学生中昼顿的品质。若准是出现着这食安的证据，市政府也挺好介入处理。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讲，会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来推动专法。中昼食饭时间，学校拄工会甲中昼顿送去教室。另外，各地用即工的中昼顿食米素菜西面。
详细食材甲营养成分2个月前就公布伫咧教育部校园食材登录平台顶悬。不过，并毋是逐间学校拢安尼做。市议员张博洋伫咧市议会质询时，要求高雄市爱制定营养午餐的专法，互学生囡仔中昼顿更加有保障。中央这边的母法这边还没有完全定调，好，那变成我们这边地方的这个政府呢，哈，我们在依循上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去令你或者是去找突破的这个部分。虽然即马吼中央的这个营养午餐专法吼，目前搁伫咧讨论当中啊，配套搁毋是讲介完整啦吼，但是包括我家己知影的吼，家人啊、台人啊，其实因吼针对现处时的这个现状，因拢有家己用无共款的方式吼来有这个营养午餐的调理。议员表示，目前因为无专法，拄讲薪水低找无人，营养午餐必须嘛无补贴等等问题真多。另外，佫有食材来源甲营养成分，有的学生囡仔有特殊的食食需求，拢应该要有专法明确定定营养规范，互营养师参考。有一寡人食草的，有一寡人食这个素食的，吼，啊有一寡人猪肉袂当食，啊有一寡人这个蚕豆症的，啥物物件袂当食，所以需求拢无共，甚至讲的这个市区内底学生甲原住民的学生，吼，啊因本身的这个营养摄取需求，吼嘛无共，啊所以我希望讲，吼咱政府是毋是会当来主动来协助这些学生，有适合吃的跟不适合吃的，那适合的能吃什么，不适合的我们尽量避免什么。我觉得需要这个更完善配套措施去推行这个法制。目前中央专法也未推出，议员认为地方若欠缺自治条例，会致使中昼顿品质无同，也因为无强制力，对不良厂商的处罚嘛有限。高雄市教育局回应，会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来推测专法。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伫今仔日暗时呢，是出现今年来上届大粒的超级月娘。不过有真侪民众就在质疑讲，这款的新闻不时拢会出现，到底倒一届才是真的？这天文馆就表示讲，一年会出现13届满月，2届超级月娘，这届超级月娘呢，确实是今年上届大的。天文馆人员无用咧整理千里镜，这是为着要迎接拜是暗时7点26分，台湾特别出现今年上大粒的超级月娘。不过真侪民众就感觉这种月娘上大上光的资讯不时拢有，互因母甲母煞煞，唔知倒一届这是台湾上大的月娘。这一阵子好像有听过。偶尔就会有说，好像今天是最大的月亮，所以有可能今天是最大，可是也有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大，我不知道。是类似这种超大月亮的讯息，可是不确定是哪一个是真的是最大的。面对民众的疑问，天文馆表示，会直接看到这款资讯，是因为台湾伫逐档拢会有13届的满月，其中这13届的满月当中，会有2届是超级月娘，顶届是中秋节，啊，搁来就是这届拜是暗时7点26分，而且这届的超级月娘会比中秋节迄届搁较大。一年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次，一定是全年里面最大的那一次满月，也会有一次是全年里面最小的那一次满月，所以最大满月跟最小满月一年就只会有一次。可是整年度里面呢，你可能会常常听到说，又有超级满月发生啊，那可能就会有听到2到3次左右。也若倒位上适合看月娘，气象署表示，北部、东半部水气济，云嘛较高，要看月娘就要让云芳来看。不过中南部云就较少，较有机会会当完整看到今年上大粒的超级月娘。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是一场误会。15暗时有真侪金门的民众翕到这天顶有光点，佮拖一个三角形的光影，掠准这是翕到天文基景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不过台北天文科学馆是认为讲这唔是彗星哦，应该是火箭发射的烟云才是。黑暗暝出现一个小光点，后壁拖三角形的光影，对正边往倒边向高空行较真紧。真侪金门的民众15暗时7点外看到这款景象，佮叫是翕到最近的天文奇景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我们那天刚好就看到，奇怪，天空上有一颗亮亮的，也不像是彗星，因为它彗星是不会跑，不太会跑。天文台长官底真欢喜，因为这粒彗星射日头一年爱8万年，要看到是真困难。而且中央气象署玉山气象站的人员15才伫玉山北峰山顶翕到，不过经过台北天文科学馆的分析甲调查，民众翕到的并不是彗星。彗星其实本身并不亮，它在西层的那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很像彗星的那个发光物，因为它的亮度实在很亮，然后再加上速度很快，所以一般来讲它会比较像是我们人造的发射物。
真少看民众摕到的物件其实较光，刷顶档的速度真紧，不过回车无啥光，而且速度慢。有网友比对时间了后，认为应该是中国发射的中正6号火箭。咱国防部回应讲，掌握到中共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伫15暗时7点6分执行中正系列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自山西向南海方向飞，无通过咱的 ADIZ。也拿自金山阿德拉斯回星，天文馆指出，10月底进前，伫暗时6点半到7点半期间，向西边较空阔、无光害的天顶看，拢有机会看到伊的形影。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网络自由度的报告，咱台湾的网络自由度排伫咧全世界第7，而且是亚洲的冠军。不过，即马网络顶头假消息是愈来愈多。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表示，民众要安怎确认这消息是真也是假，正做未来人际沟通、资讯传达的关键。所以，美国从来不是乌克兰人的朋友，也从来不是菲律宾人的朋友，更不是台湾人民的朋友。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必须容纳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当看到倒边的画面是经过 AI 工具产生的影片，正边则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伫2019年国庆发表的演说。两个影片共一个背景，共一个声音，甚至连喙型都无放甲足共。不过，却传达无共的演说内容。伫各种资讯拢会使散布伫网络的时代，假资讯世界流传是真世上的代志。有图无一定有真相，吼，即摆若有图，回归脉络，第一个你先懂咧，莫马上相信，莫马上传互你的朋友，传互你的群主，因啊无就愈侪人受害。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上新的网络自由度报告，咱台湾的网络自由度以79分排全世界第7，阁是亚洲国家的冠军。另外，事实查核单位美国片也表示，未来 AI 发展的技术会愈来愈好，要辨认正确的资讯甲影片，可能会愈来愈困难，互资讯更较透明化，才是对付假消息上好的办法。都是建议民众，假如说看到一则讯息，无论是它是哪个单位发的，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发的，或者是政府有关单位发的，无论是谁，就是你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建议都先做冷确查，就是冷静确认查证。事实查核中心的执行长也表示讲，台湾是一个会当充分表达家己意见的民主国家，要安怎建立人甲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伫即摆的社会，人人拢有手机啊，健康会当信任的网络环境是真重要的。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中华好比英国是这纺织生产的重要乡镇，也因为台湾劳动人口渐渐减少，加上国际竞争，咱的纺织业呢是开始衰微。即摆有中小团队招退休的民众利用保优啊，设计各种的产品，除了提供中高龄民众的就业机会，也希望好比即个好名声会当名声再响亮。好比人纺织线、亲娘妈对心肝，这首地方流传的歌谣，意思是讲中华好比生产的纺织品质好个水，连质路拢会新鲜。但是1980年代因为大环境改变，好比的纺织业开始稀微。阮打做迄几年纺织吼，是生意足好足好的。阮虽然是毋是做三班的，是大工，但是阮嘛是拢做甲做暗的，以厂为家啦。到尾啊，因为很多产业啊，伊拢外移啊，咱遮的纺织就开始一直没落去啊。为着振兴电纺产业，有长照团队招募退休人士，利用工厂无要爱的布头布尾设计制作产品，嘛提供中高龄民众就业机会。拄啊退休阵，我是讲哇，足好诶，退休会当游山玩水。原来退休后只有半个月的快乐，我伫厝诶，逐工都在念，啊不然就是情绪开始控制袂掉。啊，就是因为出来以后发现讲，原来我会当增加我无共款的领域。透过边角料，然后透过织女的零碎经济，不会就一定死钉钉的我就要8个小时，或者是我要4个小时。我觉得对劳动市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可以仿效的地方，这样子。长照团队表示，利用地方产业的连结，招退休人士投入工课场。伊嘛透过地方创新的计划，举办各种体验课程，希望活化在地产业，搁再拍响好比即个名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嘉义在地表演艺术团队阮剧团甲6间偏乡的国小合作，开办艺术教学的小地方计划，希望透过着这剧团的资源甲少年艺术工作者的创意，让台湾囡仔有一个结合创新教育甲艺术体验的教育课程。配合老师的指示，国小的学生囡仔运用骹手肢体，甲头壳内底的创意搬演出来。六家乡的原来国小学生敢若45个人，学校就讲，这个艺术课程对偏乡的囡仔来讲是真难得的学习机会。可能会有一点害羞，或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但是我们通过8次的课堂，让他慢慢去习惯，他们呈现的时候是有被看到的，有被看见的，那他慢慢可以就是建立他的自信。行路就好耍的，会使甲朋友做伙行。我上3摆啊，我感觉以前拢比以前搁较好。搁较袂去看别人要安怎看家己。阮剧团为着要让偏乡的学生囡仔会当透过艺术的方式接触多元的教育机会，甲家己关6间偏乡学校来合作推展小地方计划，要透过表演艺术的课程建立囡仔的自信甲创意。除了讲因会晓讲以外，吼，其实因的肢体动作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剧团入来这3、4届上，互囡仔上课的时间，吼，其实会当最明显的感觉到讲。囡仔伫咧这个肢体动作方面的这个进步。虽然讲嘉义县咱毋是6都等级的大都市，但是有一个在地的剧团因为在地支持的这个系统，我会当伫咧台湾推送出一个包括着创新包括着实验教育，包括着艺术体验的一个全新的模组的教育。阮剧团表示，这个小地方计划是一个长期佮全面性的艺术课程，目前当透过募资的方式，希望会当增加老师教材，服务更较侪学校，照顾台湾更较侪偏乡的囡仔。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新德县的10片国小，因有举办一个1年学生语言学习活动，这内面包括着这台语、华语、客语、英语4种不同款的语言，希望或者拄入去小学的这囡仔呢，透过耍的方式来学着讲这语言要安怎讲。阿姐，好，如果你暂时还找不到位置，现在有小妹。用耍的方式念出厝内时代各种称呼，只要讲到，就当对头前跳一下，那感觉真新鲜。好玩。哪里好玩？就是可以讲，又可以跳格子。你看到什么图，你就讲什么。好，譬如讲第一个是阿公，过来是小弟，哈。搁过来是阿爸，因为敢若1年尔，所以嘛袂讲出甲伤困难的题目互因啦，就趣味安尼，因仔有通跳有通耍，伊就真欢喜啊。除了台语以外，现场还包括华语、客语、英语这些无同的语言，透过设计游戏，希望让拄来国小上课1年学生对语言产生兴趣。那因为客语其实是一个快要失传的语言，那尽量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对这个更有兴趣去学习这样。学校佮特别安排5年一个学生带一个新生的方式，斗阵来耍过关游戏。10乡国小校长指出，主要是要让囡仔体验语言趣味的所在。希望1年级的孩子们能够在从游戏中去学到如何去让自己的语言的能力更强，所以我们这次设计了很多关卡，让他从玩里面知道说，哦，原来学习语言是这么有趣的。学校佮找来另外2间国小，拢总900个学生做伙参与活动，现场是热闹滚滚，囡仔也对游戏过程中体验好耍、佮有特色的本土语言课。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那阵讲到漫画、红仔册，真侪人拢会想到是日本或者是韩国的。事实上，台湾这几年累积真侪精彩作品，比如讲已经翻译做几个国家的语言的《来自清水囡仔》，也有过对这漫画改编做电视剧的《新之乡》等等，拢真受到正南欢迎。总统府说落来，要伫咧10月19正式推出台湾漫画特典，要招民众做伙来看咱台湾精彩作品。今礼拜也像是强调，小以台湾漫画做主题，运用电光投影在总统府，让大家看到无共时代的经典。文化部表示，台湾漫画旧年来面对日本、韩国等等的强势出口，但有关用咱的故事，伫当代开创出台湾漫画第3波的黄金时代。
文化部伫咧总统府特别规划台湾漫画的特点，要互愈侪人看到台湾精彩的作品。特展到年底结束了后，明年开始，我哋换一个所在用差不多三个档次或4个档次，会轮流来继续讲咱台湾漫画的故事，互咱所有来总统府参观的民众会当理解讲，这几年来咱台湾漫画发生什么代志，但即马有什么款新的故事。文化部表示，特点收集这15年来19部台湾漫画，比如用大球亭地业历史总地在的异人地者，更有台南府城真出名查某鬼手娘，嘛有像新之乡提供民俗信仰文化的故事。总统府秘书长朴明安表示，希望民众唔那是来亲近总统府，嘛通看到这几年来台湾漫画的发展。早期的4宫格的漫画，一直到现在的新台漫呢，整个收集，我相信都是可以让大家回味童年，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任何的一个故事。我也因此特别买了一本一支亲哈。朴明安表示，展览打算自10月19正式对外开放。原来文化部嘛补充讲，为着要继续支持台湾漫画，也有创作者后续会推出新台湾计划，互想要画漫画的人有国家的支持。记者卢尚书、郑俊尧台北报道。咱台湾伫咧日本时代1921年10月17日时阵，有一群民主前辈成立着台湾文化协会，因世界演讲、读报表演，注心提升台湾社会文化。到单经过100多年啊，文化部甲10月17定做是台湾文化日。今年以台湾雕刻家黄土水做主题举办音乐会，希望推动21世纪台湾新文化运动，继续提升现代台湾的文化自信。用台语歌声搭配乐团音乐，唱日本时代台湾雕刻家黄土水甲伊的牵手廖秋桂的感情。这场音乐会唔那通用听的，乐团背后的玻璃也当咧放映，以那像素描的手法呈现黄土水的一生。观众好像置身在他小时候生长的大稻埕，然后他去日本，然后一直到他死后，他的妻子非常辛苦地带他的作品回来，然后一直穿越到现在2024，就是这个作品，它其实正在他的母校日本东京展出。互观众了解黄土水的生命故事，还有艺术贡献。这场音乐会是今年台湾文化节的节目。1921年10月17日，林献堂将为随这个有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启明台湾社会的文化。文化部甲当年10月17日定做台湾文化日，要推动21世纪台湾新文化运动。我每一样文化活动，我都希望让它有一个新的表现。当然，文化就是生活了。你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文化，你不一定要看到它电影，你不一定要看到它的绘画，你看它生活就知道。文化部串联全国100多间博物馆，伫10月17日这天提供免费参观，希望呼应文化部长李万讲的，以新文化运动营造整体社会的文化。文化部讲，因也当咧透过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点状研究台湾的美术、音乐、文学等等艺术，提升民众对台湾文化的认同甲自信。记者林卓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